大家好，咁成功學系列呢，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。今集同大家探討一下成功特質。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想成功，但係好多時要成功唔係只係靠努力就可以嘅，更加唔係靠彩數。有研究顯示，成功人士通常有以下3個重要特質。咁到底你又有冇呢？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，記得訂閱，多謝支持。第一個成功特質，有清晰嘅目標。一講起目標，有好多人就會話我要成功，我要發達，呢一類好虛無嘅目標。因為成功同埋發達係冇一定嘅定義，會令到自己唔知點樣行動，更加不知點樣達成目標。而真正嘅成功人士往往都有清晰目標，而一個清晰嘅目標通常都有明確嘅數字同埋時間。例如要喺30歲前擁有500萬嘅流動資產，又例如要喺6個月內減肥30磅。當你訂立咗一個清晰目標之後，你就更容易訂立出你需要點樣行動先可以達成目標。記住，要將個目標寫出嚟，或者揾方法記錄落嚟，之後定期都攞出嚟審視一下自己有冇向住呢一個目標而行動呢。咁樣你就已經有第一個成功特質。加油！第二個特質，唔容易放棄。當你為咗你要達成目標進發嘅時候，絕大部分人都冇可能一步就成功，當中一定遇到大大小小嘅困難，甚至你最親嘅屋企人同朋友都會覺得你唔能夠成功。更嚴重嘅就係連你自己都失去信心，覺得冇可能達成目標，慢慢就會放棄行動。容易放棄確實係成功嘅最大阻力。而成功人士往往有一個特質，就係唔容易放棄。無論遇到咩困難都好，要向住自己嘅目標進發，就會努力不斷嘗試行動。記住，唔輕易放棄，唔使叫你唔放棄做同一個錯誤行動，而係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，用其他方法再嘗試行動，失敗改善再嘗試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唔容易放棄嘅定義。大家又有冇呢個特質呢？第3個特質，不斷學習。知識係無窮無盡，當你擁有知識嘅時候，你就會更容易作出行動嘅決定，例如邊個方法更有效，邊個方法對達成目標冇效果等等。但係好多人都只係會用佢哋僅有嘅知識去作出行動嘅判決，冇足夠嘅知識去解決遇到嘅困難。其實最大問題就係連自己都覺得自身已經擁有足夠嘅知識，唔需要再學習。相反，成功人士往往都有個好嘅特質，無論佢哋學歷有咩高低，都會不斷學習。唔單止會學習自己行內嘅知識，更加會學習其他範疇嘅知識，令自己更容易發現機遇。以上就係3個重要成功特質，包括係有清晰目標、唔容易放棄同不斷學習。唔知道睇緊影片嘅你又有冇呢幾個特質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我哋下集見啦！